大家好，我喺房間天花板上面上螺絲嘅時候，發現外層嘅材料已經變得非常軟，而且好容易脫落。因為呢間屋係上世紀70年代建造嘅，嗰陣時嘅 popcorn ceiling 好有可能有石棉成分。咁我就攞咗一啲樣本去送檢，結果係真係有石棉㗎。通過查詢 AI， 我了解到石棉纖維係屬於強致硬物。咁如果破壞咗含有石棉嘅天花板，例如鑽窿、打磨，咁石棉纖維就會釋放到空氣入邊。咁人類吸入咗咧，就會對身體有嚴重嘅傷害。不過，如果我哋完全係唔喐佢，其實佢係非常安全嘅。但係現在天花板本身已經有剝落嘅跡象，而且鑽窿上螺絲，導致咗一部分天花板脫落，暴露在外。咁為咗長久嘅安全咧，我哋就一定要對呢部分受損嘅天花板進行封固同埋固化處理嘅。今日我哋就嚟親自喐手嚟用一種特殊嘅塗料，將呢部分已經剝離嘅天花板徹底咁密封起嚟。首先，我哋要移除已經鬆動嘅部分。喺處理嘅過程入邊咧，一定會釋放石棉纖維，所以防護工作係好重要嘅。我哋要戴好防護口罩啦，同埋手套啦，最好咧就戴埋防護服。清理之前一定要噴水嚟抑制粉塵。咁移除咗 popcorn ceiling 之後咧，要用塑料袋密封好嘅。接住就塗上 binding primer， 呢個步驟非常之重要嘅。咁佢就好似膠水咁牢固咁鎖住天花板嘅表層，防止內部嘅石棉纖維再次釋放。我哋只需要塗到受影響嘅區域就得㗎啦。原本完好嘅部分係唔需要塗刷嘅。咁等徹底乾透之後咧，咁你從外表係睇唔到任何變化嘅，不過已經變得好堅固㗎啦。之後我哋用 compound 嚟修補咗之前嘅剝落嘅 popcorn ceiling 嘅部分啦，然後用砂紙打磨。咁打磨嘅時候一定又要非常之小心，因為畢竟呢度都係有石棉嘅，咁我哋唔想再有任何石棉嘅成分釋放出嚟。咁或者我哋可以用 popcorn ceiling patch， 咁佢修復出嚟嘅效果會更加好一啲。最後塗上室內嘅油漆，咁樣就大功告成㗎啦，我哋亦都可以安心居住㗎啦。最後我想再強調一次，如果大家遇到類似嘅情況，一定要做好安全防護措施啊！如果冇咩把握嘅話，咁都係叫專業人士嚟處理啦。